娃娃菜食譜，娃娃菜呢，首先準備蝦仁、娃娃菜薑片啦、蒜末啦、葱花、鹽、白胡椒粉、料酒、清水、高湯啦、太白粉水啦。蝦仁用少許鹽啦，料酒呢醃10分鐘呢，更加鮮嫩嘅。加入鍋中呢，就適入嘅油啦，放入薑片爆香啦，加入蝦仁啦，快炒至變色，盛出備用。留底油，加入蒜末爆香，放入娃娃菜段，油炒幾下，加入清水或高湯，加入鹽同埋白胡椒粉調味，煮約1到2分鐘時娃娃菜微軟化。將炒好嘅蝦仁加入鍋中，焗煮1分鐘，用太白粉水、煮湯酒稍調，最後撒上一啲葱花，即可盛出食用㗎喇。大家記得點讚同埋關注我哋。